大家好，我是苏信善。根本教大家做运动，大家上班做，根本教嘛个。今天要教什么运动？教赋能运动。有谈过吗？复健的复，能力的能，赋能运动。这个运动呢，运动可以是个，记得你有买吗？或去买那个竹子也好，拐棍也好。健走杖也好，就是要有个支撑辅具要早点使用，来强化肌肉的肌耐力，稳定平衡，预防跌倒，这个是非常非常棒的运动，大家会引颈好起来。上课的时候上课可是记得你的椅子千万坐着不可以有轮子，知道吗？要坐稳，最好就是这个椅背靠墙壁练习，靠墙壁才不会坐好了跌下了跌倒这坐姿要做好，要记得哦。那这个健走这样的这个课程呢，这个就是这个竹子这个老师也是学了很久了，学起来教的搞轻度傻气大家引颈好起来，认真学起来，认真学起来哦。讲3遍，所以很重要，我记得哦。好，大家凑合，凑合，起跳打扣了，手打车，手打直啊，脚打开，跟跳你的肩膀不可以耸肩，跟跳不用耸，手打直，棍拐棍都脚尖前20公分，就手就打直就好，手打直，累了就休息嘛，跟着老师做，慢慢练习，好，第一场运动叫做前点后踏了，脚尖前点，脚跟后踏，前点后踏，前点后踏。每个运动呢，最好做到会有点酸就好，做到有点酸我们做4个8拍。可是1、2、3、4、5、6、7、8，1、2、3、4、5、6、7，做点嘛，慢慢来哦，1、3、4、5、6、7、8、4、2、3、4、5、6、7、8，前点后踏，就脚要挺，脚要多动了脚踝关节有时候脚踝要动一动它就很灵活关节这个稳定度就会提升了第2个叫直膝准备要教第2个运动直膝转踝真脚走脚要做到真脚开起来打车用脚尖用这个脚尖要挺头要做嘛该要写字写1到10加油1、2、3、4，撑住5、6、7，做对吗？加油8、9，好累加油10，哇，可以撑这么久，很厉害我们要不要练习我们这个肌肉的力量了？做脚开起来，准车，做嘛该左脚写字可是1、2、3、4、5、6、7、8、9、10，不用好了。第3项运动强肌护膝我们的膝盖的保健膝盖的运动加油真脚开始徛高，送出去数重来，7条徛起来，不用下来，徛高，吸气，练手，抬起来，放下来，4个8拍加油准备开始好嘛，好嘞开始1、2、3、4、5、6、7、8、2、3、4、5、6、7、8、3、2、3、4、5、6、7、8、4、2、3、4、5、6、7、8要记得调息要记得呼吸呢，好，不可以憋气帮做脚，可是徛高，准车，内勾内收，徛起来，不用下来，
数拍子咯，跟他讲哦，大家跟他一起数拍子哈，预备起，2、1、3、4、5、6、7、8、2、3、4、5、6、7、8、3、2、3、4、5、6、7、8、4、1、3、4、5、6、7、8。停通一下，动。好，第3招，第4招运动叫重心位移啦，好，让你的重心能够去，就是说那个反应力去提升，好，那个动作叫哈希了，好，给我站，好，脚底，好，就是你的脚跟呐，好，脚跟啊，给我站，抬高，好，就点踏，叫怎么点呢？怎么踏呢？就右左右右偏金偏左，好，右左右左，做对吗？可以试哦，预备起，右左右左，做对吗？右左右左右左右，还有一次哦，左右左右左做好了哦，轻微走哦。好，第4个叫前后点踏哈，就是现在给我抬起了，前点，好，脚跟给我站抬起了，好，前点后点，前点后点，前点后点，可是哦，前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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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哦！前后大家做得挺好哦，做得很好，累了就休息一下没关系哦，运动哦，做到什么地步，脚会有点酸哦，才会进步的，不可以偷懒哦，加油！好，第6个叫坐姿前推拉我们的背腰骨的地方，手打侧，腰骨胸前，手打直，腰往前推到底，吐气，捂住空气内哈，跟住来到，输重来，吸，很好，往前推，吐气，输重来，吸气。好，耸出去，嘴巴吐气，数重了，有骨，数重了，吸，好，再2次，推出去，吐气，数回来，吸，慢慢走哈，没关系哦，嘴巴吐气，有骨，胸前，好，耸出去，数重了，好，这是我们教的坐姿前推啦，好，重心位移的运动。好，下一个就是要练习我们腰背有骨给它腰部的伸展，拉腰啦，好，做对吗？好，放起来滚耸出去就站起来，滚耸出去慢慢站起来，很好，好，站好。今天要教的是这个第7个，好，腰背的伸展，好，腰背的伸展，好，做对吗？打侧，好，打侧，手打直往前推，手都调节，往前推到底，屁股往后翘，背打直，那个腰背膝盖都拉到了，好，头抬起来，吸气，鼻子吸气，慢慢来哦，手耸出去，吐气，我们做3次哦，第2次，回来吸气，慢慢走了慢慢来慢慢做好，往前推，吐气，手推到底。屁股往后翘，好，撑住，好，腿拿开一了，头抬起来，吸气，好，记得脚要好了以后呢，往前走2步，好，往前走2步好，这是我们的这个
腰背啊，拉腰跟背啊，脊椎关节慢慢一节一节拉开啊，慢慢拉，慢慢拉，要有耐心呐，要有耐心哦。好，下一个叫扩胸松解啊，苏打扣了啊，扩胸，打开成大字形，你的足趾或你的辅具啊，千万不要低于腰部了哦，大概握的时候啊，高度呢要这样子握啊，这样握着，好，手往后拉，扩胸，吐气，嘴巴打开。好，数重来，吸气，对对哦，慢慢大口来，好，把这个心肺拉开，嘴巴吐，哎，轻微周哦，好，数重来，好，我们再做3次哦，扩胸吐，好，回来吸，好，倒数第2次哦，等候哦，座位等候哦，数重来，好，慢慢拉，慢慢做，啊，有点酸就好了，好，加油哦，做1次。很好，好，收回来的时候棍子收回来。好，最后一个呢，我们就教我们这个超慢跑。好，超慢跑，我们时下最流行的超慢跑。好，等一下跑步的时候，记得呢慢慢做哦。好，你有拿着棍子跑或者是走路，脊椎就会挺直。你只要棍子拿着走，或者是超慢跑这动作哦，脊椎龙骨就会挺拔。好，所以最好早点使用辅具运动。好，等一下跑的时候呢。不会弄背部要摆动，好，要前推收回来，前推收回来，那膝盖也要弯，起条要弯起了，好，起条要弯起了，这样跑起来哈，可以听着音乐啊，或者是配合这个你的呼吸哈，慢慢这样跑，好，慢慢这样跑，好，超慢跑起来，好，就前推好，说肩关节要摆动，好，不然会挺痛，这样，好，挺痛运痛哈，好，这样子做，好，这个膝盖也不会磨损，为什么？因为你是原地跑。也没有说跳起来啦，也没有跳，啊，是原地膝盖微弯，啊，弯起来，慢慢走，好，慢慢走，好，基本运动哈，搞赋能运动，太搞好去了，好，3万块，好，有空就拿来运动一下，好好练习哈，好，太搞做的轻好，好，等下我记得20岁哦，等下下困一下。大家好，我是苏信善，今本教大家做运动，大家共下来做哦。我今日教运动，轻好、动好，3万好去了。苏老师，这个学这个少林易筋经哦，就是今天要教的易筋经，好，就是简单的动作可以改变你的筋骨的一本经典，叫易筋经，好，是跟一个老师学的，叫颜真。师傅哈，15年前就跟老师学习这个，到现在了啊，跟随老师的脚步啊，学完以后就到整个县市去教课，好去教课，然后学这个把身体的调理、调气，好，所以今天大家啊，好好认真学，好学起来就是你的，好会了啊，好了，好，今天要教的第1招就是肺经络，好，经络练以前一定要记得嘛，呼吸法，好，呼吸很重要哦，调气要呼吸嘛，好，大家跟来做哦，脚打开来，双脚老扁跳偏发，好，站姿先站好，好，手臂要贴紧，好，太个鼻，啊，不用太个鼻，我不用吼，好，我们呼吸法就口诀是夹、提、顶、沉，好，1太个鼻夹很，大腿夹紧。提肛门，顶紧，好，边跳不用沉，肩膀沉下来，好，就嘴巴吐气，头松，肩松，腰松，手松，脚趾头全身松，再一次啊，一夹，提，顶，好，肩膀沉下来，好，头松开，肩松，腰松。脚趾头松开，好，这是我们的中脉呼吸法。好，呼吸加上动作，它就是一门气功的哈。呼吸加上动作，就是一门气功的。好，我们今天开始练习的，我们手太阴肺经的呼吸的心肺肺功能哈。过敏气喘，好咳嗽，就是练这个心肺的经络操。好，经络导引。好，手打开吸气，手打开来，啊，鼻子吸气。
翻转啊，总够了啊，18站，胸档口拉一下，向上拉一下，往上拉 V 字形，好，就不用挑前，手就放下来，慢慢手不用下来，好，再放下来，好，你是要讲解呼吸咯，吸气，吸气，吐气，吐气，手打开吸气，好，把我们的心肺、胸腔先吸，再吸往上拉，肩关节背往上拉直，好，头回正，好，背向前扩，吐气，好，手心相对，啊，这个手心要相对，抱一棵树，好，再吐，手放下来，好，我们并脚啊，开脚并脚，好，给我起跳，嗨了，合起来，好，吸，夹，提顶，好，再吸，好，头回正，吐呢不用下来，啊，手不用下来，好，嘴巴吐，再吐，慢慢不用下来，就是我们的肺经络啦，就是我们的呼吸系统。好，第二个，好，第二个要教第二个咯，大肠经络，好，就是我们的这个消化、这个蠕动，好，这代谢哈很重要哦。哎，给我打开来，好，手阳明大肠经哈，好，这个2只手要跳起来，要堆叠，好，放好，这个鼠标后，好，吸气，吐气，我们的呼吸法，好，吸2次，吐2次，好，假如你自己吸一口气就没气了，那你就先吐气吧，好，没关系，先慢慢练习吸吐，等你很会的时候再练吸吐，好，吸得越久，身体越好，好，这个横膈膜就会扩大哦，心肺就会去挤压到，好，吸气，鼻子吸，好，吸到胸部提缝，好，横扩再吸，好，手夹紧，好，这个手臂夹紧，好，手心要相对，好，相对，好，推出去吐，嘴打口了，嘴巴打开，好，不用哈了，好，再一次哦，好，吸2口气，吐2口气哦，好，一吸，再吸，横扩，下沉，好，送出去哦，等一下手要推出去的时候，这3炸手指条哈起了，好，这个食指要打开，好，跟动指打口了，好，打开来，好，往外推，吐气，好，放下来，好，这是开步，好，并步的时候来并脚，好，开始咯，吸气，夹臀，好，再吸到过头以后到颈椎的后面，好，不用哈，一样，手不用哈了，手心相对，好，向外面推出去，送出去，放下来，好，第2次哦，好，并脚，夹紧，好，吸2口气，吐2口气，一吸，好，再吸到后面的时候，过头到颈椎，好，颈部这样撑住，好，放下来，夹紧，夹狠，好，送出去，吐，眼睛睁大一点，嘴巴微开，好，用好了以后，好，这是我们的这个第2式，好，大肠经，好，第3式是我们的胃经哈，我们的胃经就是我们的足阳明胃经的，我们消化运输哈，就是从我们的外侧哈，脚趾头外侧慢慢走，慢慢走，外侧走上来，一直慢慢走到我们的脸这个位置哈，所以我们等一下手会托天，会托高，好，给我打开了哈，好，动指哈，中指相对，好，沉肩坠肘，好，吸2口气，吐2口气哦，太敢用下来做哦，好，做点嘛，做点好，好，吸气，吸到胸口。反过来，再吸气，托天，垫脚跟，好，再头回正，顶住，好，鼠标还要来吐气，好，最后脚跟要正一下，这点好，开始哦，好，吸气，好，再吸，撑天，垫脚跟，头回正，好，
放下来，吐。好，我们并脚，好，吸，再吸，垫脚跟，头回正，顶直。好，放下来，慢慢来，嘿，放下来，正。好，吸2口气，吐2口气，吸，再吸。慢慢垫起来，头顶直，我们足弓朝前，手边下来，吐。再吐正，好，我们的胃经第3次做完了，我们下一次足太阴脾经哈，啊，抱太极，我们左右各做1次，吸，吐，好，上撑下按吸气，好，撑着它回来回正，休息吐，好，吸，吐，上撑下按，送出去，好，停下来，我们做看蛋糕，数正了。回来，好，吸，吐，撑天，下按，回正，收回，吸，吐，上撑下按，同时发力，好，回张，回正，收，我们脾经络就是这样练习，好，心经络手打直吸气，好，手打直，手重的，数完停下来。走到脚前，出转，推出去吐气，放下来，啊，吸气收回来，数完停下来，走到脚前，送出去，不用下来。好，我们衍生式哈，进阶版咯，啊，心经络伸直，手打车，好，腋下穿出去，好，有过往下来，手打开，向外打开，吐。往后仰，吸气，捂住空蛋糕，回正，回张，哈，手重来吐，好，再吐，做1次吸气往后穿出去，打开吐气，头抬起来，好，空蛋糕吸气，回正，吐，再吐，好，我们放下来。好，最后1次哈，手太阳，我们小肠经络，我们这个走运输啊，我们这个消化的运输，手抬起来吸气，我们将它向后看哦，好，向右后方看，上下拉，哦，上面蛋糕会数哦，穿下来，另外1只手穿出去，好，回正，好，向后看吸，上下拉吐，往后穿。从蛋糕位数慢慢穿到后面，吸气，好，手到哪里，眼睛就看着手指，好，回正，好，吸，吐，上下穿，吸气，穿出去，好，回正，好，放下来，好，这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手太阳的这个小肠经络哈，经络要去把它经络慢慢去把它练开来，筋骨拉开来哈，身体的循环代谢就会很好，好就会很好。好，我们再练一下收功操哈，竖打扣了，向后拨，向后面，好，往前推，数正了，好，停下来，不用下来，好，手打开吸气。向后面，送出去，数正的，好，不用下来，好，记得要呼吸哦，吸气要扩胸，吐气就往前，好，要记得鼻子吸气收回来，好，下按，好，我们今天这个经络哈，这个运动练到这里哈，少林易筋经，那我们要准备要下课了，还记得这个老师。有教过，想一下哦，抱拳礼，好，抱拳礼，我们下课就要来一个敬礼哈，左手比个4，大拇指弯起来，好，代表你做人要谦虚，右手握拳，代表你做人要以和为贵，好，要合起来，推出去，就是敬礼就下课，好，老师喊口令哦，好，立正，敬礼，谢谢大家，什么太嘎，好，手就放下来，好，谢谢大家。那今日大家做的请好，
回家的时候总要喝水啊，喝困一下。